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暗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仁。这2天，你定定看到一个穿皮衫的查甫人，行至咱台湾的夜市啊。黄仁勋，伊到底对着咱台湾夜市啊有贡献无？今仔日咱来讨论的，毋是讲伊有贡献无，是要来问夜市敢是台湾在世界独一无二？夜市到底应该有啥物特质，通好来表达咱台湾自己？也阁有啥物着爱改进，啥物着爱保持？今仔日4位专家，甲你好好啊来讨论。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，台北市宁夏夜市协会的理事长林定国。嘿，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国啊。系，那么第2位，普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碧芬。主持人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那么第3位是咱资深的导游陈建钦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安，大家好。那么第4位在线顶是咱前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局长郭金辉。主持人好，咱观众朋友，咱今仔来宾大家好，我是郭金辉。好，来，咱来首先来看，这个夜市观光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，大概来到台湾就会去踅夜市。那么这届，和夜市变作是讨论的焦点。虽然夜市这几档变作是咱台湾观光上重要的一部分，不过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，2023年6月份，咱摊贩的数量比5档进前减少了7.4万档。也阁有学者建议讲，若要提升观光产业，就要投入更较侪的资源。总是穿一领招牌乌皮衫出现，精品大抢回答执行长61岁黄仁勋伫台湾人气介悬，一举一动拢成做美公灯的焦点。毋但伫电脑顶有真侪民众去甲看，连去过的餐厅生意原来变好。伫台大演讲的时阵，佫讲到家己真爱踅夜市，嘛互夜市成做最近上清的讨论主题。The night marke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. I used to love going to the night market because I just love watching people. And so we went. My parents used to take us to the night market. 圆环去吃蚵仔煎。通化night market is really good because there's a lady. She's been working there for 43 years. 那点名通化夜市，伊去过宁夏夜市，业绩更加是成长变2成。虽然想到台湾观光，就想到夜市啊。不过根据主计总处统计，2023年6月贩卖的数量比2018年8月减少24%，嘛就是讲5档内的贩卖减7.4万档。实际上，财经专家谢金河进前去访问泰国嘛讲，台湾观光确实比袂过泰国。都有观光学者举例，泰国夜市这几档一直有咧进步，有特色嘛有清洁，表示动线拢真国际化。若台湾夜市无啥进步，夜市嘛毋是观光局咧管。泰国的例子可以让台湾，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去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会不会对观光的关心其实也太少了一点。这几年可能台湾在发展科技啊，在发展所谓的生技产业等一些比较新科技的产业，好像对于服务业的重视程度的确就没有这么高。学者认为，要发展观光，就要投入更较侪资源，要有更较悬的视野，下部活动员才会当全面提升观光产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其实阮要做这个题目之前，我想讲，嘿。这应该来做3、4点钟才有够快，吼，因为要做这个题目吼，面上足济啦，吼。第一，阮想要来问讲，咱台湾夜市敢是世界第一？啊，第一的这个标准是啥物？吼，这第一。第二，咱台湾到底这个夜市啊的这个特色是啥物？吼，啊，有了解咱自己了，未来要行向啥物道路，才会知影清楚，吼。啊，目前拄到的这个困境是啥物？咱先来看，这个网友伫顶头讨论度上悬的。第一是台北的士林夜市，第二是台北的咱的宁夏夜市，
会使讲过去的圆环啊，即角位啊吼，去延伸过来。第三是台中的逢甲的夜市啊，但是外国人来的，我注意看到一个趋势，对南摆到北，吼啊上尾的是临江街的夜市，啊第9吼是基隆的庙口夜市，啊第10才是宜兰的，因为吼这了建本吼才2800外人，啊所以会去的吼超几趴呢，5%、7%、8%尔，所以吼做一下参考。首先我会请教着咱理事长，是理事长，你感觉吼，咱莫讲别位啦，咱宁夏夜市吼，你感觉这几档进步在哪里？啊讲啊，什么物件啊，搁特地讲咱来拍拼？是，但国际标准同重要一点是卫生啦，吼，卫生啊做会到，国际人来看就会绕开吼。啊，第二个就是安怎友善啦，吼，要友善。友善的话，你就要有真济设备来互咱的国际观光客，观光伊来足方便啦。譬如讲啥物？咱即摆在推数位化。数位化，因为咱通常甲国外的人要来交流的时阵，常拄到的问题，常拄到问题就是语言甲文字无法度沟通，所以即马好加在有这 AI 技术，有这科技的物件，会当互咱来辅助，像一支手机啊摕出来就会当对话，哦，甚至搁较简单的就是讲，咱的招牌面顶有 QR code， 扫一个，伊就会当看到伊要伫的资讯。这种吼，咱拢有做。对，宁夏路伫23年前先做一件代志，就是讲环保啦吼。啊，伫20年前就开始数位化，甲这一寡产品拢要甲放喺云端吼。早期甲啊无遐尼方便的时，所以你如果啊查旧时的资料哦，同早晚免炸现金的夜市啊，2014年宁夏夜市就使免炸用现金啊。啊，2015年的时就是用行动支付，甲到即马你所有的配拢会当在宁夏路用。哦，啊！你要取得的资讯，你只要看阮看板面顶的 QR code 给扫入去，食材来源、热量标示，全部拢一应俱全。我甲你请教吼，咱安尼做了，是，你有看到讲，还是恁有这个，不管以你的经验吼，还是直觉来看，是，安尼做了，外国人增加了偌济？哦，我甲你讲吼，如果迄当阵两岸吼关系较好的时阵吼，是。国际观光客超占4成，哦啊4成内底有2成大部分是陆客，哦啊有2成是欧美日韩，哦啊那两岸的关系较无好的时阵，咱台湾政府嘛开始哦南向政策，所以欧美日韩甲东南亚国家的观光客拢增加起来，啊伊即马宁夏路疫情恢复了，哦即马观光客啊佫有超25%，哦啊但是就是无陆客啊啦。哦，就是无旅客，但是无旅客嘛，无一定无好啦。哦，咱讲实在，因为含金量哦不高啦。哦，我讲实在，因为伊去用服务贵啊，吼，然后来西亚市啊消费的力道不那么强。啊，反倒是一寡咱迄个自卫型的啦，对咱家己吼，咱这个饮食习惯较接近的，啊，甚至于就讲欧美日韩想要尝鲜的啦，尤其即马韩国人也特别多。啊，特别多，啊，那马来西亚，嘿，马来西亚，啊，那马来西亚来是有一个好处是足紧的，吼，因为消费足紧的。哦，因为特色无共款。对，啊，那日本人伊就会较慢，啊，然后较要顺来看，静啊看，静啊看安尼啦，吼。所以即马讲疫情恢复了这段时间啦，吼，经济恢复了这段时间，我就讲国际观光会超在25%甲30%中间。李长，我问你这个问题吼，我先来再请教因两个。你感觉咱宁夏夜市吼，甲其他夜市比起来，咱的特色是啥物？我简单讲一句话，甲即马才互大家看到了吼。23年前，宁夏路推一件代志叫做环保。吼，迄个代志我定来讲，做对的代志比甲代志做对较重要，迄个基础真重要。啊，环保这个态度建立了后的时阵，咱所有的活动拢。伊个符迄个环保的设施来做的吼，包括啊，即马数位化一寡产品的边啊，咱小等一项再来讲吼，一做对的代志了，你看这几年啊，全世界拢在讲环保。拢咧讲环保，啊那台湾今年有一个夜市啊，唔是讲观光哦，是讲养环保，所以吼国外有真济要学术单位啦吼，要来做探讨研究的，讲为啥这宁夏夜市会甲人无？咱宁夏夜市是根本哦。是，我讲互你听，咱头仔看到这20个列出罗列出来这夜市啊啦吼，这夜市啊，你甲看，阮的规模可能是这内底同数，但是阮拢挤咧前3名。
是啥原因？一定有人感动，人才会为你行动啦，吼！我讲头拄讲到为食材来源登录，这嘛是全台湾第一个错的，吼！甲热量标示，这足趣味的，真侪夜市啊讲，恁咧重油重咸，你都搁敢做食材来源标示？我跟你讲，消费者要知影伊的每一箍开伫倒位。咱的食材来源啊，标示落去，是毋是某一寡店家、还是？这主，伊会感觉哎呦，我安尼成本会较悬。食材来源登录确实毋是伊成本较悬，食材来源登录是惊伊的秘密互知影。是啊，所以秘密互知影这个代志，咱是经过咱真侪会议了吼，咱才共同讨论出来一个方式。啊，一个去说当然，这个过程是爱先甲一寡百年的老店先招来，咱问伊一句话：百年的老店敢一成不变？如果百年的老店一成不变，伊就无法度一代传一代啊！咱定咧讲一句话，50年前的问候语是啥？食饱未？啊，50年后看到阮这款身材，拢会问你会食伤饱未？我讲是营养过剩啊！你听，营养过剩啊啦吼！即嘛就爱吼。看人客需要啥，咱会啥啦，毋是讲咱要人客啥，所以讲会明白标示的，为这老店开始，老店带动起来的时，刚才头拄我讲的黄仁勋为什么爱介意宁夏路的蚵仔煎，让伊看到第一个足清气的，第二个让伊的食材拢有标示，然后第三有一寡产品像火酒场的产品，拢有检验的。消费者爱的就是这，我要知影我开的每一块是买到什么物件，除了遐怀念的滋味以外，我食了会健康无？食了卫生无？这种基本上才是消费者要伫的啦。是，我要请教的狄老师吼，狄老师，你认为咱台湾的夜市啊，上重要特色是啥物？其实咱台湾的夜市啊，甲国外有一个较大的无共款，就是讲。咱诶，逐个夜市啊卖的物件，拢差不多共款。因为国外的足侪夜市啊，因讲是叫做非正式经济，就是讲地下经济。地下经济是谁咧做咧？像国外西方的移民对啊，各国的移民嘛。因为咱台湾过去，咱的夜市啊，拢全是本土的食品，咱的常民生活，所以咱卖的物件，你看。差不多，逐个夜市啊，对南到北吼，差不多卖拢相像啦。足少讲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，嘛是逐个熟悉的叫做台湾文化吼。但是即几年小可有一寡改变，就是讲咱有看到有一寡东南亚的新娘有嘛吼，卖一寡越南的特色的面包还是啥物，但是一般讲起来。咱嘛是讲大同小异，大同小异。咱对北行到南，你差不多去一个就差不多 cover。老师，你认为这个现象是应该叫做特色，还是讲应该爱来克服的物件？我感觉也是讲要发展观光来讲，是讲国际观光来讲，当然咱是应该是分众，就是无共款的所在，伊的夜市啊的物件是应该有无共款的特色。安尼人才袂感觉讲，我去一个，啊，搁第二个，都拢共款，就去一个就好啊。所以，但是讲为着要发展观光来讲，其实是应该有地方的特色。但是反过来讲，咱也是讲要满足咱在地的迄个需求，大家要食的物件，可能因为咱台湾人的口味就是安尼嘛，所以你变成讲，这两难呢？两难。这就是讲，咱的夜市啊，其实。本来就分类，譬如讲观光夜市，一种，伊迄就是要为着国际观光的，所以咱就爱鼓励讲，像宁夏，对，因为我住艋舺较熟，以前讲到咱的夜市啊，第一就是花西街夜市嘛，对无吼？花西街夜市先伊最有特色，因为伊迄阵会当抬蛇，搁迄阵规个艋舺是宝斗里啦吼。就是算讲在地，性产业专区对吧？吼，深色场所，深色场所所以伊卖的物件甲迄个色情产业有关联，就是讲保的啦、保身体啦这款的物件，保养啊，保养，搁有一寡壮阳的，就是讲壮阳的啦，所以伊有特别需求的一寡人，伊会来食。英语叫做 exotic。对，所以
以前华西街夜市是足有特色的吼，但是因为动保法哦，佫有一寡迄个对环境，以前佫有星星咧表演呢。对啊，你着佫有星星，佫有拍拳头、举酒链呢，佫有抬蛇嘛，上济就是现场表演抬蛇嘛。阮细汉时阵，佫有看人举酒链啊，现场在那摇安尼摇安尼。佫有迄个迄个说书啊。就是迄个广告，所以伊有一寡台湾的台湾味在内底。我细汉时阵嘛是佫看到人咧讲三国演义，但是即摆即寡物件其实是咱的本土的文化消失。这消失。但是这种物件吼，咱咧讲夜市仔的一些文化，应该是家己去生出来，家己对土内面生出来啊。对啊。咱即摆安尼讲吼，是除了一种怀念以外，嘛爱，譬如讲像理事长因家在地，嘛爱有人去做啊，做了嘛爱有适当的这土壤，才有通啊生出来。这种物件要安怎引导这个变迁呢？其实我感觉夜市啊，变成大家做的拢共款，上重要就是讲咱即马古早咧做的迄代的人，伊无法度甲伊做的这技术。传互下一代，因为下一代已经无要做这啊，所以无像日本还是其他的国家，因对家己的迄个文化，还是小食这款物件，因敢若足引以为傲的，感觉讲爱传落下一代。但是咱下一代，其实咱下一代拢改变啊，无讲搁做共款的物件，无要继承，结果就是讲古早味消失，也是要做。这3年还搁伫个。嘿，佫有另外一个就是讲也是要继承，少数的一寡少年的吼，伊开始做连锁化，连锁化就是讲伊有一个品牌，嘿，伊伫无。南北二路拢统合起来。对，所以变成讲，像咱的同质性较悬，就是背后的原因嘛是甲人有关系，做的人是啥物款的人，伊用啥物策略要互这个。继续生存下去，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决定因素。是，我要请教着小胖导游吼，你也世界各国行啊济吼，你来互咱看卖讲，这世界各国的这个夜市啊，人生到啥物样，跟咱有啥物差别啊？好，我互你咱先看一下吼，这是日本琉球Okinawa啊，Okinawa的夜市啊，所以讲你来看，因那个屋台村啊，对，屋台村的屋台哦，就是咱讲的搭屋的，还有路边摊来聚集。可是它又做成一个规划，互你感觉讲伊就是安尼，互你感觉讲伊。这有看过无看过？这你讲厝的顶，我会记嘿，厝的顶无看过，无看过。嘿，无看过这现象，落雨要怎？我你讲伊就是顶仔卡，咱讲的顶仔卡。落毕业内底，别紧拢无大紧，但是这咱台湾这样采用的吼。对啊，就是讲咱讲伊甲这个方式来伊的单位吼，甲变到啥？变到有管理了，变到怀念。就敢若理事长讲的，佮上重要一个原因，那较侪人去啊。第一个卫生清气，这条讲伊敢若餐厅共款，伊毋是路边摊迄个感觉。但是伊甲我讲，我甲你写证明下，我就是路边摊做到迄个露天的啦，嘿，做到迄个餐厅的感觉，就讲袂歹，我徛喺遐坐啊，买了物件徛遐食，我嘛欢喜。伊日本人会一个现象，我食物件毋是哪行哪食，伊无爱，伊得食完了才开始行。所以我因的方式较来，咱会使照镜。但是咧，有一个现象，咱台湾人去各国夜市啊，吼。像这个是另外一个卖拉面的，伊嘛做规划。这伫Q秀嘛？这里横滨。我讲嘿，你横滨。有看嘛？有看嘛呀？伊做拉面博物馆，甲全日本的拉面上有名的拉面，拢甲引入来接触啊，开店。你会使为Okinawa的口味食到北海道。这食什么海胆拉面，什么奇奇怪怪的拉面，人有。他这种方式，互你来。这个看伊的建筑，就一个博览会啦，就个个昭和时期的迄个拉面博物馆，迄个氛围，因摆就是遮古锥遮个。你看咱台湾夜市有小可有共无？就像有一点类似。咱因摆上早咱即马咱头讲到夜市啊，夜市分管就讲，咱就分观光夜市啊、商圈型的夜市啊，个流动型的夜市啊。
好，咱即摆头啊，然后你主动，宁夏变成观光夜市。宁夏夜市为什么？宁夏夜市为什么这出名？你甲看，伊家卖食的上济，你讲叫伊讲卖什么青的有的无，他几乎没有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伊家特色做出来。我特色就是来食，你讲你要来食好食，台北部你来食，伊无处理夜市，我对食的、耍的、摸的、甲青的拢有，二种类就变火去啊。就唔代表讲列出一个特色，讲我树林夜市要用什么款的特色，要来吸引咱的人客，这就是方式啊。啊，为啥咱头讲的泰国为啥这厉害？泰国因为有机规个了。那夜市啊，为啥讲好像那个讲咩叫超过？这河边的啦。对，这河畔夜市。好，咱讲伊即摆河畔夜市啊，包含所谓的迄个咱一般古早拍碰啊，即嘛都个有新的乔德夜市，甚至去到华兴啊，个迄个文化市集，就是讲哦，它有一区专门给就跟咱的那个台东的铁花村的夜市一样，告诉你它是专门做文创的，和你做文创。文青的爱去的，爱去对，一个结合在那个区块以后，你会发现，这个夜市啊有特色，所以讲咱话讲，你泰国夜市啊，咱愈来讲比咱来较进步，是咱有做规划。啊，咱的像头老师讲，有一个现象，咱的夜市啊咧，就是本土的东西，野生的，对野生。但是咱个就是讲，咱个经营者有一个现象，我这个物件好，我卖了济，卖了量大，我才有趁钱。啊，但是你看，头老师讲，日本人减少讲。我伊卖天不啦，我就是卖天道，我会使卖100年，卖3代，卖5代人。伊表示讲，我这个物件做了好，我才有通维持遮久。有影，对无？小胖你咧讲的吼，他拄啊黄仁勋伊就讲哦，虽然伊无讲到迄个名词啊，伊就讲，伊伫迄个童话街看到迄个卖水果的迄个阿桑卖40担，伊若大概看到伊咧下水果，伊就真感动。啊，而且逐摆来看到有进步，吼，看到这职人的精神啊，吼，我讲啊，这应该所有若有志要做夜市仔的人吼，虽然吼，其实吼，咱对咧统计数字爱了解吼，这经济部所做，这观光署所做的这个统计数字讲吼，一大的这个夜市仔吼，真正收入哦50几万啊，尔一年啦，平均啦。所以会趁钱的，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会趁钱哦。我相信就按理事长会较关济啦吼。啊，在线顶吼，咱有郭局长，是。咱头有讲了真侪面向吼，但是你在做这个观光旅游局的这个期间吼，我定下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公部门吼，手爱甲伸入外内面，啊，甲管到什么程度哦？有当时你甲这夜市啊管到伤死吼。咱也知影讲过去有真侪管甲伤死啊，全死去的例哦。吼，你在你的经验当中，你讲互咱听，咱安怎如何来管理着这个台南的夜市？其实我拢一直咧甲大家讲吼，就是讲，咱咧做这个观光哦，观光是一个苦痛的行业啦。要安讲，咱甲所有的资源集合起来，互大家了解讲，这个你来到遮，你的需求是啥？啊，你会当找到你要爱的物件，啊，这就是观光上重要一个意义啦。啊，咱搁转来讲吼，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吼，咱拢是做一个平台，咧甲伊做辅导，这个以这个为前提啦吼。为什么安尼讲吼？因为咱部边吼，大家拢讲管，其实政府毋是，咱嘛是摕纳税人的钱吼，大家纳税金啊来互政府。政府来帮助一个产业发起来，就像咱过去咧帮助台积电，咧帮助其实无过去这段辅导的这个过程嘛，无法度行到即马的现象。啊，另外佫来讲吼，咱咧看到讲吼，咱即马现在会讲什么管啊大死去，应该是讲有诶物件一定着伫遐，啊，结果后来法规慢慢修，修到这时，会发现讲有诶物件做袂落去。像我头拄咧听大家咱的来宾吼，啊，包含咱主持人咧讲吼，我就想到一件代志吼。我伫咧台南吼，我对细汉的时咧听吼，我毋是讲夜市啊呢，我拢讲来去商店呢。我毋知大家有这印象，吼，应该是商店嘛。啊，商店，咱来想一个商店是啥物情形？商店就是讲吼，毋是逐工拢伫遐的。吼，就像咱即马咧讲，
伫咧咱的即个世贸家嘛是常常有啥物 Computex， 黄仁勋即届嘛是因为这嘛是一种商店嘛，吼。毋对，啊，咱过去的商店就是无定时啊租一个空间，经营者租一个空间啊来招商，啊大家摊商就来甲遮，吼啊做闹热的，各行各业啥物货拢有，啊当然发展到即马，咱家变成啥？商店即个名无去啊，变夜市啊，因为真侪所在像台北，吼，台北就变成像宁夏夜市，伊基本上逐工拢有嘛。啊，若像阮台南，咱台南就是毋是逐工哦。啥物阮有一个大五花，就是因为阮毋是逐工，阮阁保持着较早商店即个做法，阮毋是逐工有诶。啊，讲较歹听啦，因为遮个地吼，大部分拢是去申请入权啦。啊，无就是讲吼，阮有一个迄个摊贩的即个管理的条例嘛，即嘛是为着无爱影响到吼咱本地的徛家吼因的生活，啊，这是正办的。啊，另外咱来看讲，啊，其他的咧，有诶嘛会去租停车场啊，啊，停车场你嘛无可能逐工租来用啊，吼，所以台南即卖的做法吼，就是讲伊是用即个吼不定流动的摊贩的做法，人来去，摊商嘛来去。有当时啊，我今仔日即礼拜，我去共一个所在，我看到是一担，我过2、3个礼拜去，伊可能无一定就是共一担。啊，这就项即马咱咧讲诶，头久啊，咱的这个陈大哥吼，咱的导游陈大哥，伊咧讲诶，不管泰国诶、日本诶，吼，日本嘛有摊商，迄我等下会去补充哦。因拢是固定的单位，就像宁夏夜市，肯定就相对吼，和阮台南比起来，搁较固定，吼，搁较固定。啊，这固定的摊位吼，伊就分早市甲暗市，所以夜市也是安怎来？夜市是下暗咧做生意，遮的厂商、遮的店家，啊，伊是固定的。哦，这就含咱即马咧讲的即个夜市啊，吼，跟阮即马台南阮咧看的即个。商店哦，佫有小可的无共。啊，讲到台湾的特色吼，我要讲吼，咱一直拢希望讲吼，政府爱来介入，无毋对。政府介入，有当时会互一寡物件都向无去，消失去，因为无合法嘛。啊，毋过政府介入进前哦，我过去吼的做法是安怎？咱先来了解讲，伊的过去是安怎产生着即马有即个生理，还是讲有即个行业，还是有即个活动伫遮嘛？啊，咱较来想办法，伫咧法令之下，安怎会当来改套嘛？这就是咱所谓的辅导这件代志。咱辅导伊会当加入去即马合法的做法，啊，合法有啥物好处？合法会当互民众食了更较安心。吼，啊，咱的一寡政府落去的辅导的行为，包括补助的即个工课，嘛拢会当入去，因为伊会当合法来纳管，所以合法最要紧的。咱要互伊合法，为虾米一定要修法？修法的原因就是讲，咱希望伫咧这社会的变动的过程中，咱甲法令30当前、40当前、50当前、20当前、10当前的法令，含即摆已经无共款啦，咱得爱修法。啊，伫修法的过程，歹势，我要甲你请教吼，你来这做这个法令吼，咧更新也好，还是咧管理的当中吼，有拄着讲协调的过程当中，去测到讲，因无愿意，啊，然后你有体悟讲，是哦，这个法令应该做另外解释，啊，唔通安尼用，啊，做一个较新的这个方式，会当互大家做生意方便，啊，对着市民也方便，啊，会当生意会较畅旺。其实我咧做观光旅游局局长的时阵吼，阮有拄着一个，若是拄着是环保的议题啦。迄较无一个长细的空间，啊，我着用时间去甲业者，着过去像阮的文泉业者，因拢无做污水的处理，因拢感觉讲我这是民生用水嘛，啊，甲排落去就好啊，不要紧。问题是即摆社会毋是安尼，咱拢需要一条水的溪嘛，啊，你若逐项拢来排落去，迄着无水名做观光，所以我着用一冬的时间，咱去办说明会。啊，招这业者专家，甚至讲我家己有活动，我就去甲因做说明，慢慢啊甲因说明，互因理解。就像头久啊，咱宁夏夜市啊，这理事啊，咱的林理事长吼，理事长伊咧讲的，伊嘛是用足侪时间啊，慢慢啊
伊做做侪第一名嘛，所以为虾米伫咧国际观光夜市顶悬，伊会当是排名名声真好，排名嘛拢伫咧前几名，这是一个重点嘛。另外就来讲若讲到夜市部分我嘛捌拄着讲，业者一定得做好一个场所啊。问题是伊拄着啥？伊拄着周边的民众抗议啊，因为伊感觉夜市来，就造成因环境的影响嘛。我嘛是我的手头有一个这个案阮安怎做咧？阮就来去跟业者来沟通，咱唔通阁用过去迄种临时流通的摊贩，毋是临时的所以后来咱辅导做啥？咱辅导改做成是货柜市集安尼的做法，嘛是固定的。伊个水、甲油、甲烟，伊拢会当业者送计划入来时阵。伊这拢是有处理过，毋是讲物件伫遐逐个就是135伫遐，246伫遐拢无共款，送要来投资遮个钱，无人要投资嘛，因为来去，摊商即届来遮排了后，明仔载就无一定是伊因为着爱清空嘛，全部拢爱清好清气嘛，所以阮有拄着即个情形，其实这伫日本嘛有拄着所以为虾米日本你要去看着因的夜市就是。像咱安尼有单位的，迄着伫咧对上做，伫咧福冈的即个中州甲即个长滨即两个所在，即摆阁有，其他的所在基本上一定拢消失啦。大家若去了解就知影，就像安尼，即摆电视看到的，像安尼的情形为什么无去咧？因为对因的单位来讲，伊嘛烦恼讲，这卫生的管理才会出现问题嘛，所以咱。其实我常常讲，咱爱甲定好清楚啦。流动摊贩也是流动，伊是来去的，还是讲伊是固定的单位，这两个管理的方式就无共啊。咱若未来要有保障，要像国外安尼做安尼有声有影，大家看到拢感觉足澎湃。你可像咱的讲的新加坡的克拉克码头，伊嘛是固定的呢。你讲泰国，我嘛去过足侪所在迄车土车也好啦，因拢是固定的呢，毋是讲今仔日。即搭伫遮，明仔载换一搭咧无呢？是。像台南的上好耍的，大有花，大家就看着讲，我伫武清夜市看到即搭，过2工伊会伫咧大东夜市，嘛是搁看到即搭，拢同一个头家因为我毋是逐工伫遐，毋是1到日嘛，阮是拜1伫遐，拜2伫遮，拜3伫遮，逐工拢无共，所以即种管理的方式都爱无共。是。这嘛是咱的特色。台湾的特色上好耍的是啥？食的物件足多，这和其他国家佮比起来咱食是主要的主力啦。是，感谢这局长甲咱经验上甲咱分享。你暂时踮在线顶我刷来要请教着李署长李署长，你这鸡翅头炸遮济，你讲互咱听一下。这嘛甲各位报告23年前，阮就开始做环保。拄啊，我真佩服局长对环保这块甲包括管理这块有影琢磨很深。我讲实在，确实即摆拖案就是爱实名制。咱较早做生意人拢定讲一句话：即窟无鱼，别窟河。即款呢，阮无爱。我讲实在，你拢较巧，家己会晓护鱼，拢袂晓饲鱼，则即窟落护了啊，对不？所以，阮23年前就是发生这个问题，因为咱环保无做好，咱社区的人袂接受，要甲咱赶走。要咱赶走的时候，咱23年前就以环保为主题，以美食为主流，来重新建制了一个计划案，叫做宁夏风华改造案。这个案得到台北市政府的支持，所以阮23年前就开始做地油水处理。地下就真到一台1400万的油水分离机，然后再来就是阮的摊商朋友油炸、炭烤、热炒，就是家己爱规定，你这3项呢一定要加静电油烟处理机，然后在桌面上使用的不可以一次性的餐具。然后减少让客人外带，所以咱开始研发一寡产品。这是什么产品？差不多将近要20年前，就是一次性餐具全部淘汰掉，然后在差不多10多年前淘汰啥美奈米餐具。咱今日全世界的少子化，尤其台湾的少子化，原因之一就是塑化剂吃太多了。那美奈米餐具预热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塑化剂，互咱食了就无想要伤惊。所以阮在10年前把美奈米餐具全部淘汰掉，做啥瓷器、白铁。
这两个产品，所以你即马在亚旗亚内底，就这两种，这两款产品尔，吼，然后再来，咱的今年初发觉一个更加好的产品，因为符合全球环保趋势，咱即马拢讲咧生产爱低排碳，和回收要永续循环。阮今日吼就是吼，看到这个产品，这台湾之光啦吼，用咱 PET 的材料，经过台湾的专利制成叫 PGT， 把它硬化，这再生的哦，对，这再生可以永续循环，它重点的对人体无毒，对环境无害。重点就是安尼，然后有所有美奈米的优点，就是没有美奈米有毒的缺点，美奈米袂当回收的缺点。然后有瓷器的优点，因为以美观大方，但是它又没有瓷器的缺点，容易削破。所以这个产品哦，在2月1号时，我迄当咱行政院副院长特别使用过，郑文灿使用嘛，甲咱学咯，台北市长用着嘛，甲咱学咯，讲哇，恁宁夏路拢是行咧最先的啦，同先的啦，吼，这个永续循环。咱甲你讲，拄啊，咱局长分析了真清楚，夜市啊分足侪形态，有诶观光客的，有诶区域型的，较商店迄种，商店迄落型的吼，就种较在地。咱台北市的夜市啊，或全国夜市啊，我甲分类几项。第一个就是多元多样的，多元多样像树林这块的，它需要的环保的器材就会更多。然后如果以宁夏夜市为例，咱是服务餐饮为主的，所以咱会需要的环保器材就是属于餐具的，是餐具的吼。所以咱会概括啥？夜市啊咧食分两款，走食甲做食。走食的，摕咧食，咱就爱有啥，可以会当循环使用的餐具，像这餐具内底植入晶片的，内底有晶片植入晶片可以安怎？可以做租借，也可以做回收，也可以做消费者来记录它本身用循环餐具的次数，然后政府摕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的数据来制定环保的政策。个人抽奖，个甲你奖励吼。业者个再透过这甲你消费者互动，安尼吼，你用过的物件拢会当记录在你的手机啊内底。安尼我哋写累积基点，譬如讲你是外食走食主义的，你来夜市啊，我头拄啊在讲，咱看到夜市啊吼，在卖迄落青草茶，你看安怎食？去到遐时摕一杯，啉完讲啊就是了，因为拢是玻璃罐啊，切切的水，搁一个下一个。迄拢无制造一次性的餐具，咱即马会当在夜市啊入口设置这个出租用具，然后你是外食主义的，你就去遐租者了啉完要走的时阵，甲这个产品搁回收转去。然后搁一项就是做便当做行务，有的观光客啊，伊无可能出门炸便当炸行务啊，对无？伊即马好，我讲这物件好食，我要炸转来饭店内底食，然后买分的，所以这是。这恁夜市啊咧用的饭包哦。对，我咧讲，这就是吼，有请你看，连赖总统用过，赖总统赖清德总统特别在上面签过字，他也很认同这件事情。就是观光客啊，炸等于你饭店的时候饭店因为有晶片，伊就使出租了用完，在饭店内底卖，在夜市啊租，在饭店内底卖。好你如果是在地厝边隔壁，你就带着你的环保提锅来累积就好啊。咱概括外带有分两款，观光客甲在地客。那在地客同款，你会使炸你的环保提锅来，里面有晶片，对，你就会使累积你的点数。甚至阮这做23年啊，阮先为厝边隔壁做起，阮认为上好的人客就是厝边隔壁，伊免开车来。伊散步来就会使，又环保，然后又是一天3顿拢会使食咱的物件，所以阮上面环保提锅。对，刚才阮兜也照卡，环保提锅来，阮就看到伊环保优先，别人爱排队，你炸环保提锅，你免排队，伊就特别欢喜啊。然后甲开起了，加量加料又不加价，你看伊后摆咧卖哦，伊后摆就爱死你啊，伊就炸环保提锅，用消费行为来改变它，使用它，让这个环保政策。更容易推动这拢是阮设计的物件，这拢有晶片的，包括这茶啊，咱啊是话文创商店，包括咱一个夜市啊，要买东买西，这茶啊内底嘛有晶片，购物袋，内面也晶片，这有晶片，晶片你是恁真正得着流行，咱精品大国哦。对，
这嘛是我甲黄仁勋去因伊来讲，哦，这亚齐亚出头那叫这，然后真的把科技数位都导入在生活上面，然后又把环保这个材料是用我们的保特瓶回收制作的哦，这个材料是保特瓶回收制作，对，啊，这嘛是保特瓶回收制作的材料啊，透过专利的制成，哦啊，包括咱台湾的 LV 包，哦，这嘛咱嘛是要用。回收的材料来做，然后也要一样植入晶片，啊，这有国际观光客就爱这个物件哦，所以早顿也想讲，哦，台湾对环保这块做哪这么到位，这拢是咱种种拄仔咧讲的就是要让咱的消费者感动，跟着我们一起行动，为环保救地球。这也其实无简单哦。是，你看哦，这样来看起来咧，这晶片，这晶片的来观众不用慌。嘿，这样呢吼。哦，有刚才说来的一个晶片，好，啊，这个RFID 晶片，哦，这真正有理想吼。所以我们请教到戴老师吼，他都讲到真侪点吼。亚齐亚本地的发生吼，老师会认为是啥物？是因为吼，这个问题甲亚齐亚会当永久传落去有关系。大家爱新鲜。无爱共款，爱多元，爱随时来就拢有这个，尤其外国人看，哦，甲我无共款，或者是讲在地看，来，我大概会当食无共款的物件，还是讲其他的这个代志，你会当来提醒着做夜市的人也好，还是要踅夜市的人也好，你会观察。因为我过去做过商店的研究，就是伫迄个都市边缘甲庄骹。拜一直到拜二直到拜三直到咧踅迄款的嘿，迄款的因为是临时的去雇人来，所以一条街就干那迄天迄个暗头啊会变成一个夜市啊，迄款的就是干那流动的百货公司，即款流动的百货公司其实内底有足侪迄个草根的创意，譬如讲，有人会当用一个货柜车变成一个流动的卡拉 OK， 翁仔某2个人，伊甲古早人咧讲册有无吼？说书，伊有一个做 DJ， 因先生咧做 DJ， 又甲迄个货柜车变舞台，因太太咧烧滚水，咧卖小吃，敢若茶点啊安尼，伊咧对迄个货柜车甲迄个桌椅啊，拢摆咧头下骹，谁来唱歌？观众来唱歌唱歌吼点歌。有足侪人要去参加歌唱比赛，来遮佫穿得水水哦，来遮练啥物胆量吼，练台风安尼。对，伊顶台吼，下骹观众就是其他的人嘛吼，要等你要起来，敢若卡拉 OK 要点歌，敢若一个 DJ 就是因先生安尼，迄 DJ 佫足厉害哦，伊佫会当喷迄个泡泡，佫做音效，做效果安尼。做效果，伊佫会使点讲，哎哟，我即届来遮。登台唱歌对无吼？我想讲要甲翕起来，你会使讲录影，伊帮你录影，互你转去看，家己唱甲安怎？你想看嘛？伊这甲一个做规套的呢？对，做规套的。伊平常时吼也无咧做夜市啊，做这流动的卡拉 OK， 伊就走去，譬如讲人有迄个婚丧喜庆，还是讲选举啊，吼，伊去做野台安尼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若对咱咧流动的夜市啊，有看到足侪。台湾啊，草根的迄个创新性，可能性吼，创新性在内底，所以当然啦，咱有看到伫都市内底，因为伊是固定的，伊都爱符合叫做现代化的想象，就是讲咱的消费者伊对清洁安怎，但是有一部分就是讲不受约束的野生的即寡吼，即寡其实伊本来就有伊家己的创造力伫内底。所以在管的时阵吼，我感觉讲有一寡爱管的所在是，譬如讲卫生吼、食安这问题，当然嘛是爱管。但是有另外一寡，我感觉是创意的部分，这部分就是咱台湾的创造力所在吼。所以我感觉在管理的时阵，其实应该政府就是，譬如拄则迄个局长咧讲，咱来根据不同的夜市。因地制宜，有不同的管理政策，安尼比较合理啦。是，所以吼，小胖吼，你看你遮济吼，你感觉吼，
在你印象当中，你感觉上趣味的夜市是啥物？在你的标准，啊，你对着咱台湾，你感觉上趣味的这个夜市啊，又搁是哪里呢？其实咱头讲的夜市啊，像咱头局长讲的，分这讲咱讲，因拜咱讲有咱的夜市啊，流动夜市，流动的夜市的摊贩，你增加所在是咱做囡仔时弄迄个期待啊，今仔拜三可能夜市啊来，啊今仔唔知卖啥，无来去。大家少来去啊！这个卖啥？那时候从你的夜市啊，为家庭用品一直到了公安讲的，即嘛，那你韩国就是迄个电影叫做鱿鱼游戏，有无？内底在碰糖，有无？迄是咱古早就有啊，你会记？啊，你若好啦，备好了后，做一个迄个卖个果做的糖啊，互你，你就感觉这袂歹，这就咱应拜夜市的方式。但是你嘛。这时间这样呢笨哦，唔知好啊歹，啊这唔知卫生也无卫生。但你来讲讲种，你来讲特色的，伊来讲即摆咱即摆讲，咱即摆世界各国咱行，咱台湾的夜市啊，免哪去发展，免哪甲推广。像即个科技巨破啦，你甲想张忠谋啦，总讲我去厝里，我来去夜市啊，摕一支猪尾粿到食，你讲哇，这大行那个就不一样的效果，跟那什么明星啊什么你看因。这些科技的迄个大头家，什么好食的物件，什么米其林唔捌食过，但是伊就是唔捌食过咱台湾猪尾粿，唔捌去咱路边搭去食一个蚵仔煎，迄落咱感觉这个是最好的推广，但是咱好感觉就像咱的迄个历史长讲，你即摆来个食，你因拜咱夜市，互人感觉是无卫生、无清气，你来即摆感觉会使讲甲饭店、甲餐厅有对比。这样方式了，你定了暗心，我要来无？我哪来？你甲看，用只咱个看，只讲以泰国即马来讲，咱因拜夜市，我有感觉，这有人威输无？吼，若停车会去人赶牌，个人的车就停喺遐，佮挡到阮搭的路，就讲你无甲你厝长，我甲厝边隔壁，厝边隔壁是上好的人客啊，伊永远走袂去啦。你若对好，伊就讲无要紧，你搁停，阮拜六时啊，阮遮无人停，才互你停。你感觉，这种感觉就无共啊。但是咱即摆看讲，咱的夜市免哪去发展，互全世界看。但是咱即摆讲以后，咱甲看一个现象，伊只要去管理，要有流动的特色。好，咱讲台南的大五花，它的流动方式是它很多元的，但是它是不固定的它是固定那个时间，那你会有期待。这是它的特色。好，宁夏夜市家的特色，处理夜市啊，是什么物件拢有的特色。好，像咱的桃花夜市，迄个米粉汤，那个在地的东西，local 的物件，米粉汤倒也无珍珠奶茶，倒也无豆花，为啥伊会较好食？可能伊讲伊的清气，伊老店，伊有改变。所以我咱讲就是这个现象。你若讲咱的宁夏夜市头一个暗时你食。饭丸你捌听过？有，就是宁夏夜市才有啊。无饭丸摆架呢？奇怪，咱个饭丸透早才有，应该对。伊那讲其实你也买起来，差不多。可是为啥人会去摆起来？这有经过管理，搁有伊边啊胡椒饼。我你讲，最近无第二句，你会使为进修开始行为烫过去。对，你甲食起来，你甲讲，宁夏夜市，咱应该讲，一粒饭丸食完，你后壁就免食咧。我讲，起甲遐大概腰三长天硬推啦。对，我讲，搁一个，咱讲分食，我一个饭丸才大粒，50块。我讲3个人食迄个饭丸，后壁蚵仔煎马上佫买。这就是阮千岁宴的概念吼，你招10个人来，我为楼骹出22担。互你食，你每一担你拢会通食一喙。你22担食完你就食饱，你也家己一个来，你食2担你就饱，所以要招10个人就来食千岁宴，就得当食到22出，每一出拢是排行榜的。对，所以讲咱来讲夜市免要推广，互全世界人知影。其实咱台湾夜市已经足有名，咱的台湾的小吃足有名，而不是聚集在那些店里面。像这一次讲这届讲遐科技大佬来做，我来宁夏夜市。我来永康夜市，伊的牛肉面，伊什么物件，你感觉，这个推动是比那些所谓的什么观光大使啊，什么偶像明星来更加有效。因为你看看，这些人他不叫咱讲那个我们头讲的黄仁勋，
黄董事长会有个现象，伊9岁就离开啊，伊即摆转来是啥？伊是怀念啊，我细汉的时阵，但是无改变，就是咱头讲传承的东西。你看啊，去通化夜市看那下水果，实在伊还搁咧下，伊下袂停哦。但是我迄个感觉，迄个味一吹转来啊，他就是要这回家的感觉。咱夜市啊，就是这样，你会去，搁去想要定，转来，无咯，咱转来，咱厝边的迄个夜市啊，行看看，搁来食。你去搁外国拍拼转啊，转来到厝，嘛是搁来咱的边的夜市啊，无咯，去食一粒猪尾汤，食一粒飞机，这就是迄个感觉。是，刷来吼，线顶咱局长吼，局长。是。我要甲你请教吼，在你的这个在任的时间，或者是讲你的经验来看吼，夜市啊要如何来推向到国际？因为国际的人吼，有的口味真正无共款，譬如讲欧美的啦，还是美国的啦，还是这个东南亚的啦，甚至是伊斯兰的啦，吼，因拢口味都无共款。咱如何要掠一个物件，啊，互外国人拢会当来接受，或者是讲，毋是设备。是服务还是啥物物件？有一个，阮有媒体做过一个调查吼，就是专外国人来到咱台湾吼，有70%因拢想要来去夜市啊来细细看看的。啊，因为啥物要想要来夜市啊细细看看的？因想要了解在地一寡特色甲文化，啊，搁有。咱国有一句话叫做庶民文化哦，在地经济到底是生做啥款？因为因会出国要来佚佗，就是想要了解这个国家、这个环境，为什么会当，互咱台湾人生做这款的吼？啊，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。啊，毋过你会看，哦，我过去嘛捌带过日本团哦，我嘛捌陪过日本的遮个外宾哦，我看因拢安尼踅一轮了后。啊，拢无买呢，无买原因是啥？我有甲因问，因讲，这个我看到吼，我看到这个，我感觉这个卫生吼，我较无遐。嘿，我感觉阿不奈啦吼，我去丹奈阿不奈，去丹奈是较袂讲啦，因拢做爱卖的嘛，因就讲，我可能后一摆来吼。我较来试看卖啊，吼，因就讲我来后一摆来，较过来试看卖啊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我嘛拄着讲吼，即个2、3个人啊，做伙叫一碗，因为因咱卡起来歹势真足看嘛吼，因就2、3个人、3、4个人叫一碗，啊，大家分一下食的，啊，本来嘛袂要紧，迄个风险咧分担嘛，吼，所以就较袂讲吼，大家拢爱等你嘛吼，啊，所以咱看到当即个情形。咱会爱想着一件代志，外国人对咱的文化做好现的，啊，问题是咱要用啥物方法，互因感觉安心，会当安心来食遮个物件。你讲要来特别紧出讲送上卫生，还是送观光国际化做了上好，这嘛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呢。因为送讲咱是用政府来甲分类，毋是呢，嘛毋是讲我家己讲我安怎呢，应该是讲大家拢来食过。咱来做一个评比，还是讲咱嘛会当做一个调查，伊就会当做 A、B、C、D、E 的这个分类啊。有3型主联竞争啦吼。毋对，良性的竞争，就像我头拄仔听这个理事长讲，我实在阮真佩服伊啦，因为伊要杀这物件，应该是因这摊商阮大家意见真多啦。你有看伊这足侪钱伫顶头？是，啊嘛是摕，因为阮有。得认同啦，所以头拄嘛讲着一句话，讲咱的黄仁勋吼，咱即个即马上红的吼，即个科技的大脑吼，大家拢陪伊，拢咧设这夜市啊，就是为什么选宁夏，就是因为有特色啊，用着上侪晶片啊 ，chips 啊。所以咱回头来看吼，咱每一个夜市啊，伊一定有家己一个特色，比如讲吼，阮的迄个。花园吼，花园夜市啊，花园夜市啊，伊上有名是啥？台湾上大的，哦，过去有一阵啊上有名就是阮上大，哦，无别项大碗阁俗，逐项拢做，逐项拢大。啊，阮今仔日阮迄个黄伟哲市长吼，即2天啊伊阁铺一个物件，讲阮台南吼37区的行政区40几个夜市啊，这是阮的特色呢，哦，这是阮的特色呢。
这不得了。不得了！啊，来到有个所在是足庄卡，比如讲阮柳营的夜市啊，迄着卖甲吼，伊有卖啥？恁敢知？伊嘛有卖一寡做事人的鸡丝头啊呢，迄嘛是夜市啊。卖猪头，卖龙骨啊，嘿。是，啊，若像去到高雄，吼，即个瑞丰夜市，瑞丰夜市的特色是啥？伊外国的单位占有那占2-3成左右的呢，有西班牙的，吼，日本的，你想会到的，外国人的吼。外国人的，像这，咱每一个所在应该是爱想办法，辅导伊，基本上伊的卫生会较高咧，伊产生家己的特色吼。对，无卫生的第一爱顾着，吼。啊，佫有就是讲伊个环境的部分，吼，我捌互媒体挑战过，就是讲局长啊，为什么恁做米其林吼，啊，拢无迄个几粒车啦，半粒车拢无暗光照啦，吼，拢无车啦，拢当迄个 VQ 克鲁美啦，吼，的意思就是讲全部拢是即种较迄种路边摊的啦。我讲啊，这个就是阮的特色啦。是。哦，所以这我想应该是分级啊来，咱来大家来拍拼吼。好，感谢局长，好，感谢局长，好，咱时间啊有限，歹势啊，在座3位啊加线顶的局长，感谢3位。